，groupbuyer.com 為你推介。整體評價嚟講，呢個 VR 藝術體驗幾乎獲得一面倒嘅好評，平均分高達4.85。對於中意藝術，特別係印象派畫作嘅朋友，呢個展覽就似一張時光門票，帶你直接走入19世紀巴黎，親眼見證藝術大師點樣創作。高分好評方面，沉浸感爆燈，無論係街景、畫家工作室，仲係佢哋嘅對話同創作過程，全部都栩栩如生。好多觀眾都話感覺自己親身去咗巴黎，甚至形容體驗係超現實。VR 技術一流，大部分人都覺得 VR 畫面靚，流暢度高，而且即使長時間戴住裝置都冇頭暈問題。技術上非常成熟，內容極具深度。展覽並唔係純粹視覺享受，仲有豐富嘅藝術史知識，介紹印象派點樣改變藝術發展，仲有奧賽博物館嘅名畫展出。對藝術迷嚟講，簡直係學術與娛樂兼備。工作人員服務佳，好多評價都提到職員專業而且細心，指引清晰，場內仲有語音導航，確保大家順利體驗。小缺點與建議：人流較多，有觀眾建議盡量早啲去，以免人多擠迫，影響體驗，有時仲可能會唔小心撞到人。部分觀眾對購票流程有抱怨，有人因為 email 確認問題而誤以為購票失敗，甚至被扣雙倍門票費用。建議大家購票後即時 check 電郵或 app， 以免發生不必要麻煩。總結：值唔值得去？絕對值得。對於對藝術有興趣或者中意新奇科技體驗嘅人，呢個展覽係一次極具教育價值同娛樂性嘅沉浸式旅程。畫面靚，技術穩定，內容豐富，加上職員態度好，絕對係值得推薦嘅活動。唯一要注意嘅係早啲入場避開人潮，以及購票後即時確認，咁就可以無憂咁享受呢場穿越時空嘅藝術旅程。80港元就可以穿越時空，親歷1874年巴黎印象派展覽開幕之夜。呢個42分鐘嘅 VR 沉浸式探索體驗，運用最先進嘅虛擬實境技術，加上 3D 再現技術同未曾發表嘅研究，帶你親身走進100多年前嘅巴黎，親眼見證印象派藝術如何顛覆傳統，改寫藝術史。你可以漫步喺當年畫壇革命者身邊，與馬內、莫內、雷諾瓦等大師見面，感受佢哋挑戰權威、顛覆舊有藝術標準嘅熱血時刻。全程配有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語及法語配音，確保你完全沉浸其中，不論聽邊種語言，都能投入呢場前所未有嘅藝術革命。詳情請瀏覽https://hkdi.edu.hk/tc/hkd/Gallery Exhibition Paris 1874 VR https://hkdi.edu.hk/tc/hkd/Gallery Exhibition Paris 1874 VR 歷時42分鐘的 VR 沉浸式探索體驗，巴黎1874印象派之夜，一場沉浸式探索虛擬之旅。體驗運用了當前最尖端的沉浸式虛擬實境技術，融合了未曾發表的研究、3D 再現技術以及虛擬實境裝置，讓參觀者身臨其境，漫遊巴黎，與藝術家見面，感受第一次印象派展覽的開幕之夜。體驗提供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語及法語配音版本。巴黎1874印象派之夜，一場沉浸式探索虛擬之旅。詳情請瀏覽 https://hkdi.edu.hk/tc/hkd/Gallery Exhibition Paris 1874 VR Tonight with the Impressionists Paris 1874 An Immersive Expedition in Virtual Reality。 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